就是这个给我做到那个合适吧。那10个人吃，怕要40斤嘛。40斤怕不干了，为少的怕要50多斤。那就做啊，做个50多斤嘛。是吗？蔡从友、蔡从良正在张罗村子里端午节的大宴席。别家摆桌都是先从订菜单开始，他俩却合计着，这顿饭得先给村子里做口锅。云南通海县蔡家山村子虽然不大，却有着一样享誉云南的美食，号称蔡家山美食硬货的吹锅菜。中午刚刚收工而归的兄弟俩，急需靠它补充挥发掉的荷尔蒙。汤底的话，就是用那个鸡肉也可以，排骨也可以，为了那个出味来，差不多了，然后就可以放那个绿菜，一层一层的往上放，比较容易熟的那个东西就放上面，一层一层这样的放上来，可能差不多就10多种吧。吹锅菜因铜吹锅而生，蔡家始祖蔡公是福建晋江人。明朝洪武年间，跟随军队远征入滇，在通海县安家落户。曾祖辈是做那个马大的那个汉堡，还有实际上从那些锅那些配件嘛，就是配饰，也是这个村子里面做的。好菜不怕煮，好铁不怕砸，是蔡家山人执着的信条。从官方到私营，从过去到现在，蔡家山的铜吹锅始终都是铜器里的国货之光。食客慕名而来，执拗地认为，这种原始的炊具才能还原火锅的仪式感。而他们的另一目的，也是想一探蔡家吹锅菜的神秘味道。蔡家山的吹锅就地取材，丰俭由己，口味随心定制。不论你是什么等级的老饕食客，总有一款能搭配上你的身份气质。香浓的大骨汤打底，食材逐层码放，鸡鸭鱼肉、时令蔬菜荤素搭配，海陆齐备。总之，小铜锅有大能量，想尝鲜，你的胃得够强。进山拜庙，遇水架桥。今年的全村宴定在了端午节，地点依旧是蔡氏宗祠。今年做这个大锅，端午节用了以后还得用，我就不打算卖了，永远就保留它。吹锅菜是重锤之下迸射出的火花，每样食材都有自己无法被替代的使命。而今天的食材阵容中又加入了一个新伙伴——豆腐丸子。这是蔡从友特别交代的，寓意着每一年都家族团圆。
这是属于吹锅菜的高光时刻，也是蔡家兄弟辛劳过后收获的最高荣誉。这个锅呢，我只要能做的一件，我也一直要做下去，除非是做不了了。但是做不了了，当然还是要他们做。吃这个饭了嘛，每一年我们都要吃，要给它永远的传下去，这个亲情的传承，我们不能丢掉。涮煮之间，围炉吹锅，那不仅是这个小村落对祖辈记忆的坚守，更是福建先民来到云南扎根后对生活的追求与探寻。蔡家山人用一口铜锅获得了顽强的生命力，他们的故事还会这样一锤一锤地继续讲述下去。